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会客室。今天呢，邀请到来宾呢，我没有钱可以给他，所以讲吼，伫咧等下节目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替伊伴奏会唱一条歌，能够让我帮忙伴奏的人，惊人真正。因为不是陈明章，就是蔡振南，无有徐景纯，而且让我伴奏过都会假贺到修不会掉对。我与有荣焉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拜托帮我们那个按赞加分享吼。这里我边仔这阮朋友，伊吼叫阿英啦，伊就陪伊食头路。哦，伊足搞诶，你看他做这个道具，阿英做这个道具。我是英，我是准，我两个英准，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才用得到吗？喜事。还有一个是3年。阿英又在伫陪伊食头路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阿英，我伫咧病院食头路，我过去伫咧重症加护病房。我爸爸让他照顾过。哦，对。过来是去年因为脚受伤，所以暂时去门诊的冲管室工作。对。8个月，现在已经又回到加护病房工作了。然后在冲管室这段期间，阿英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。先跟我讲一下什么叫冲管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冲管呢，我有道具。冲管呢，这都是人工血管。我摸一下。好，你摸一下。所以我的血管长这样。血管在上面，对。哎呦，我的血管怎样那样？这都是一个细胶管。然后这个是人工血管的部分，这个就是皮，比如说放在这里，它的位置就差不多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皮，那中间你摸到这个比较硬直的这个凸起的部分，就是人工血管。一般来说就是细胶的部分。怎么那么像乳头？对啦，小可有像。所以你的工作就是在做冲管这件事。对，因为这个人工血管是为了方便就是化疗的病人，因为化疗的药物非常的伤我们的血管，所以要用这个人工血管放在我们的皮底下，然后这个血管这个部分会放进血管里头，所以当我们打这些比较伤害血管的药物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比较不会伤害小的血管，所以它这个放着呢可以用非常多年，因为这个人工血管可以承受3000次以上的戳刺，所以你想看卖一个月若住一遍，一年才12遍尔。有病人问我讲我这会用偌久？我讲会用300届，不是300届，300年。所以会好啦。对，是300年哦。然后这里面为什么我会想要找阿英来哦？是因为我每次都看他脸书写好多故事哦，而且都很感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第一个故事，和你讲。好。我是要分享一个故事是，即马是。你需要一点配乐吗？好啊。好哦。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冲管室已经工作一阵子，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。那所有的病人都是已经跟我熟识到一个程度了，所以病人比较愿意在冲管室里面跟我分享他的心情。那其实冲管的时间很短暂，可能只有5分钟或6分钟。那不过因为熟识的关系，所以每一次来他们就会很愿意跟我聊现在的状况。那尤其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有疫情的传出，对。所以病人就会说疫情的状况怎么样，然后他需要做什么防护。那天那个病人他是一个大概40-50岁的病人，然后个子很高大，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勇敢这样子，然后从外面走进来。那我帮他冲管的过程中，他就是一直跟我聊到疫情啊，怎么样防护自己啊，要怎么做保护啊，口罩去哪里买之类的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当我冲完了开始就是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觉得心里很怀疑，我可不可以问你？我说好，你请问。他说你看哦，我每天都吃得很健康，然后也运动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的职业呢？他说我猜啦，他没有讲很明白，但应该是公司的老板，所以他说他不用每天进公司。那所以他吃得好，睡得也好，每天都早睡早起。那为什么他还会得癌症？因为这个人工血管就是为癌症病人使用的，所以他就问我说，他为什么会得癌症？然后
他说他一直苦思都没有办法有个解答，因为所有的人家说不健康的部分他都没有。了解。然后他说我不吃烧烤，我不吃油炸，然后我都吃橄榄油，家里自己煮，我也不出去外面吃。然后我每个礼拜都去运动，然后我爬山，但是我还是得了这个病。我知啦，因为他过得太健康，没有看。我邻居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他一直不停的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很难回答他为什么，因为其实因为疾病常常来的时候都不见得会有一个原因。没错。他说他在无菌室，因为他要先骨髓移植之前，他必须住在无菌室，先打一个比较摧毁性的化疗，也就是说先把他自己的免疫力先破坏掉，然后重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打掉重练的意思，然后就会种入新的骨髓。那等他骨髓输进去之后，让这个骨髓跟他就认识，然后再长出新的骨髓来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对别人的东西会有一个排斥，所以他要先把他这个排斥先打掉。了解。那他说就必须要住在无菌室里面，因为这个无菌室就是要保护他不受外来的细菌侵扰这样子。那无菌室里面常常可能都只有他一个人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别人也不能进去吧。对。那所以再来就是医护人员。那他心里就会觉得这个疾病的过程是他必须孤独自己去面对的，所以他就拒绝跟任何人讲，也不让亲友来探视他。所以陪伴他的都是医护人员。对，还有他自己。所以他一直觉得在无菌室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痛苦，对他的心理层面来说，当然身体也很痛苦，但是心理层面更是。然后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然后他也恢复得很健康，因为外表我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心里的那个部分并没有过去，他就是选择不讲，然后试着把它压抑到心里的底层。可是像遇到这种有疫情的时候，会有外境来的时候，他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说，为什么我都已经这么注重健康的人，我还会得这个病？你爱甲讲啦，这下搁继续想落去吼，会变得更严重。笑皮哦。所以不要想了。对，我就是这样告诉他，我说既然过去的已经发生了，而且你自己审理过，你并没有过不正常、不健康的生活，那就把它放下了。那应该往前看，因为你现在开始是一个健康的生活，那所以继续让自己往健康的方向前进。其实你去爬梳这个过程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对啊，没错。所以应该就是继续的往前走，继续让自己过健康的生活。那个过程虽然很辛苦，不过他现在愿意讲出来，我觉得对他来说算是跨出第一步。对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所以他算是要感谢疫情。也是。疫情正对来讲点更多。是啊，其实他没有机会讲出来，然后也没有人帮他去梳理那个过程，对他来说是什么这样子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就会知道为什么你要跟我说你要唱《我哪怕归心》。真正来对于来讲，应该要把心理打开很对，重要。真的。然后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在疫情这段时间呢，都慢慢有点不太对劲，就是心情上好像受到很大的干扰。所以，我哪怕归心来问唱这条歌，会当实现吼每一个心情淡薄歹的朋友啊。然后唱歌的是阿燕哦，不是我。要继续往前走哦。没错。好，欢迎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哦。更多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跟阿英继续分享哦。